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现主是春天，天气多变化，俗语讲春寒雨哪蛇，啊那冬寒雨四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蛇，蛇水的蛇，咱读到紫蛙蛇第5条。读蛇这是读白音，蛇就是出水的意思，咱讲出蛇。啊若是蛇出来的水，咱讲是蛇水；活的水蛇，咱讲是活蛇；啊若是食会当的水蛇，咱讲是死蛇。古早水蛇的水尾讲是蛇目。这个文音读作全，像讲中国泉州，咱就袂读白音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作水蛇，嘛有人讲蛇水。不离个认真讲，有淡薄仔无共。水蛇较挖近水源头的意思，像讲即工水蛇的水真甜。啊，若蛇水是讲涂骹闻出来的水。第2个词读作温蛇，就是咱顶日讲的风水，嘛有人讲是汤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爱浸水泉的人一定真爱去宜兰行搭，因为宜兰有所有冷泉，水泉透心凉，嘛有打开温泉，规身躯拢会当浸甲真烧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泉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作全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